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2，耶利米哀歌3章40到41节安尼讲：咱着省察查考咱的路，搁活倒来归耶和华。咱着献心举手，向天顶的上帝，三角来祈祷。愿要献心举手，向天顶的你求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带着敬畏甲忏悔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承认阮的软弱甲有为。主啊，当阮搁一遍来省察阮的所行所做的时，阮才发现是常常偏离你的路，也伫追求家己的利益的时，较忽略你的心意，也远离你的真理甲道路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亏欠，也互阮无搁倚靠家己的聪明甲才调，互阮知定心真真实实，单单来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常常省察查考阮的路，互阮搁活转来归向你。主啊，愿要献心举手，向天顶的你来求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